歡迎收聽轉念之間，我係阿賢。呢個世界好似越嚟越亂，新聞睇完得個嬲字，街上邊嘅人燥到底，經濟又唔穩定，小人仲特別多。佛陀一早話咗俾我哋知，國土危脆，人命無常。既然外邊嘅世界我哋控制唔到，與其望天打卦，不如翻嚟收好呢粒心。世道愈亂，心越要定。今日傳授你赤馬年下半年嘅生存指南，佛法八大法門，由內到外清洗衰氣，唔使求神拜佛，你自己就可以自照吉祥。第一法門懺悔，倒咗杯入面嘅污水。好多人覺得自己運滯係因為俾小人害，俾環境拖累，但係佛法睇到更深一層，你今生遇到嘅逆緣好多都係過往業力嘅顯現。華嚴經講，一切唯心造，你杯水入邊有沙，再俾人搖晃就會變得渾濁。懺悔就係將杯入邊嘅沙倒出嚟，唔使搞啲咩複雜儀式，每日臨瞓前合上眼，真心咁講，如果我曾經用身口意傷害過任何眾生，我而家誠心懺悔，就係咁簡單。你願意認，業力嘅鎖鏈就開始鬆，心入邊冇咗鬼，先至唔怕黑。第二法門布施，對治匱乏嘅良藥。個市唔好，個個都縮晒沙，唔敢使錢，更加唔敢幫人。但佛法嘅邏輯係調轉嘅，越係覺得自己冇，越要學識俾。布施唔係有錢人嘅專利，你冇錢可以出力，你冇力可以出心。見到人拎住重嘢，幫佢開門；見到清潔阿姐，同佢講聲辛苦晒。呢啲全部都係布施。地藏經講，捨一得萬報。當你停止計較，開始願意俾，你嘅匱乏感就會消失。匱乏感一消失，豐盛就會用你估唔到嘅方式流入嚟。記住，係流入嚟，唔係你追翻嚟。第三法門，隨喜，拔走心入邊嗰條刺。呢個係好多人嘅死穴。見到同事升職，你個心揦住；見到朋友揾到錢，你口講恭喜，心入邊諗你好彩啫。佛法話呢個叫嫉妒，係五大煩惱之一。你知道人唔會令對方差咗，但你嘅好運就會俾你自己斬斷。點解？因為你嘅心量縮到好窄，福氣流入唔到嚟，收隨喜啦。見到人好，真心替佢高興，心入邊話心真好，隨喜你嘅福報。你讚嘆人嘅好，你就同嗰份好能量共振咗。呢個係最快嘅轉運法門，而且完全唔使錢。第四法門，守口，築起你嘅第一道城牆。無量壽經講，善護口業，不譏誑過。世道亂嘅時候，大家都燥，茶餘飯後就好多是非抱怨鬧人。你以為只係發泄，其實你張口就係一個發射站，發射出去嘅負能量，最終一定會以10倍反彈翻你身上。下半年想平安，第一樣要做嘅就係收口，唔關你事嘅唔好理，唔真實嘅唔好傳，傷人嘅更加唔好講。把口清淨，小人就埋唔到你身。貴人見到你把口咁密，先會願意信任你，靠近你。第五法門，安忍，將石頭變成踏腳石。逆境嚟嗰陣，你係唔係即刻爆炸？想報復，想質問，點解係我？佛陀教安忍波羅蜜，安忍唔係死狗咁樣任人恰，而係一種好深嘅智慧。佢知道而家受緊嘅苦係舊業嘅消散，佢知道呢個難關係宇宙逼緊你升級，俾人鬧。當佢幫你消業，做事受阻，當佢練緊你嘅內心，當你唔再對抗逆境，而係將佢當做你嘅老師，每一塊原本會打親你嘅石頭，都會變成你向上爬嘅踏腳石。第六法門，正念，將心療定喺當下。好多人下半年運滯，唔係真係發生咗咩衰事，而係佢個心不斷喺度製造恐懼，擔心下個月冇錢，擔心未來會點，悔恨過去做錯咗決定。佛陀教4念處，第一就係觀身念處，將心帶翻嚟呢個身體，帶翻嚟呢一啖呼吸。每朝起身，乜都唔好諗，合上眼觀察呼吸5分鐘，吸氣，支吸氣，
呼氣，知呼氣，心一靜，智慧就生。智慧一開，你就會睇到所謂嘅絕路，原來側邊仲有好多條小路。第七法門，感恩，轉匱乏為豐盛，覺得自己唔夠運，係因為你將焦點擺喺冇嗰度。佛陀教知足者富，由今日開始，每日臨瞓前諗3樣值得感恩嘅嘢，可能係今日有碗熱飯食，可能係身體仲行得走得，可能係身邊仲有個人關心你。呢個練習會將你由我好慘嘅頻率慢慢調去我原來都幾豐盛嘅頻率。頻率一轉，境隨心轉，你吸引翻嚟嘅嘢就會完全唔同。感恩係最快改變氣場嘅方法。第8法門，發心，由小溪流向大海。最後呢個法門係最根本、最徹底嘅。你一直淨係為自己求福報、求平安，個格局好細，好容易俾少少風浪就打沉。試下發一個願，願我有能力幫助一切眾生離苦得樂。呢個願一發出嚟，你嘅心量就唔再係一條小溪，而係大海。大海有風浪，但係冇嘢可以動搖到佢嘅深沉。地藏菩薩發願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。觀音菩薩千處祈求千處。仍你未必要做菩薩，但你可以學習佢哋嘅心量。當你嘅心大到包含一切眾生，你嘅問題就會自動變細。呢個係佛陀留俾我哋最究竟嘅改命大法。世道亂係事實，但係亂世更加係修行嘅好道場。佛陀唔會話俾你知聽日股市升定跌，小人會唔會消失，但係佢留低咗呢8個法門，等你可以喺任何動盪入邊揾翻內心嗰份不動嘅力量。懺悔、布施、隨喜、守口、安忍、正念、感恩、發心。呢8個法門唔單止係下半年嘅生存指南，更加係你呢一生嘅修行地圖。心定萬境皆安，心靜國土自靜。我係阿賢，多謝收聽轉念之間。